再来是社会新闻，国民党立委徐卡心的大哥的翁仔某呢，因翁仔某涉嫌洗钱，互人收押。徐卡心被质疑讲是安怎无伫第一时间讲个清楚，财产的申报嘛无这条100万的借款。这个徐卡心今日早起讲啊，伊4月初才知影这件代志，嘛无了解案件的细节。这100万块嘛是正义的，正义互因大家，甲因大家无债务关系。啊，另外这徐卡心正前捌讲过，讲甲因大哥因翁仔某呢无熟无得往来。这民进党立委呢，黄捷就质疑讲，伊咧讲白贼话，嘛要求这个徐卡心讲伊头壳有问题，伫24小时内爱甲回失礼。徐卡心表示讲，伊袂回失礼，黄捷是讲伊今仔日呢会甲告。作为一个媳妇，我还是有点求生欲的吧。祖宗八岁和大哥之间的关系，了后，阁互掠到和大哥面册顶悬，拢有互相欺诈。这回国民党立委徐卡心继续解决外界的记录。你什么时候知道诈骗这件事情？是在被抓了之后。不仅是被抓了，还是被抓了很一阵子之后，基本上是媒体告诉我的时候，我才知道的。4月初的时候吧，因为我并不清楚案情到底是什么，就是因为我大义灭亲，所以我没有帮他。拢讲家己是事后才被告知。徐卡心正正就讲，家己要替厝里的人付100万，要唔过规定的借款超过100万，就爱申报。刷去互网红4天了掠到财产的申报表，拢无写到这款。一年是244万的额度，是免征赠与税的。我跟我的先生拿出100万给他的妈妈，我的婆婆，需要进行什么样的财产申报呢？他不是我的债权人啊，他跟我没有债务关系，所以我都是合法做申报的，但是却被不懂法律的人给曲解。为文龙东也了大哥几年，有倒去厝，食火锅的时阵，佮斗3共欺诈，佮到黄捷连续公布几立张徐卡心的大哥有斗3共造选等等的面册文章，种种的证据拢是咧挑破和大哥早就无理来往的讲法。徐卡心颠倒控诉黄捷头壳有问题，要求回失礼。这个对话对象就是我老公的姐姐的老公，是他应该向我道歉吧？拜托，一定要来告。我一定要看到法院认证脑子有问题。他第一时间选择的是说谎，对人进行人身攻击。今天就会请团队来进行处理。互相对呛无相让，徐卡心甲作个亲友涉嫌诈骗洗钱，租金煞意外引发到2位女性立委的法律战争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